上集就講到殘奧義工 Creamy 佢哋成功打入咗花劍團體賽銅牌戰，今次終於都出最後一集 Creamy 缺一劍闖進重劍個人銅牌戰啊！9月6號呢一日就喺觀眾席 A 區做嘢，有一個票務職員向我哋解釋邊一個位置係留俾運動員，邊度係留俾官方代表團，邊度係媒體區，仲有邊一啲係俾行動不便嘅人士預留嘅。咁啱啱好喺熟悉位置嘅時候，就聽到媒體區有人講廣東話喎，於是我就好主動咁樣同佢哋搭訕，原來佢哋係香港電台嘅。跟住有一個職員仲送咗個編俾我，咁其實我已經有一個啦。最後我就同佢講，我已經有噶啦，但係我會將你送俾我個編呢送俾湯雅婷嘅。跟住佢哋仲同我講啊，而家大家都叫湯雅婷做靚湯啊。等開場嘅時候，我就同票務職員傾偈。佢同我講話佢想練英文，雖然佢係亞洲裔，但係佢母語係西班牙文嚟嘅。佢知道我有朋友比賽咧，都戥我好開心啊！另外一個票務職員問我係咪有一個朋友比賽啊？跟住我話係，佢笑住同我講：如果唔俾你睇比賽，實在太過分啦！到時你答我朵啦，就話我俾你睇嘅。跟住仲同我義工隊長講話，要俾我睇比賽。義工隊長同佢講：我早就知啦。所以我就話殘奧嘅職員同埋義工都好好多啊！朝頭早10點10分 Creamy 會同波蘭隊進行重劍個人賽16強 Creamy 贏咗啊！上晝12點10分8強賽對日本，義工隊長幫我頂更，俾我上去睇 Creamy 比賽。一個來自伯明翰嘅香港人嫌個場館太嘈啊！咁其實我都覺得個女觀眾把聲係好大嘅，但係個義工頂唔住啊，咁啊行開咗。跟住我同佢講話，我都會好大聲嗌加油㗎，因為比賽嗰個係我 friend 嚟嘅，我好大聲嗌啦，咁佢亦都跟住嗌，都好開心。跟住 Creamy 贏咗啊，但係佢覺得太嘈啦，所以佢就揾隊長提前休息。咁點解重劍會多一塊布喺隻腳度呢？因為重劍嘅得分係只係計運動員身體腰上面嘅各個部位。咁而呢一條圍裙係通電嘅，所以擊中咗通電嘅圍裙就代表係無效嘅範圍，就唔計分嘅。跟住之後就被調到大堂，我就同一個住喺法國 Lille 嘅老人家傾偈。咁佢就同我講話佢係搭 Eurostar 過嚟嘅。跟住我就同佢講，第一次搭 Eurostar 嘅時候呢，以為過海底隧道嗰陣時好似水族館咁樣嘅。跟住佢聽到都笑我。喺下晝2點40分4強賽對泰國。好可惜就輸咗。下晝3點50分有敗者復活戰。之前因為見到有觀眾舉香港旗，咁於是我就揾佢哋傾偈，然後發現佢哋原來係余翠怡嘅屋企人嚟嘅。跟住我就問佢哋：我嗌得好大聲嘅，你哋會唔會覺得嘈啊？因為尋日睇銅牌戰嗰時，我嗌得太大聲啊，前面嘅人都震開咗啊。點知佢哋話唔驚，佢哋都嗌得好大聲嘅，跟住真係嗌得好大聲嘅。結果 Creamy 缺一劍闖入銅牌戰，我就喺義工中心度等。好彩我哋嘅共同朋友陪我傾電話，終於等到下晝6點半嘅銅牌戰。然之後我就問可唔可以坐低睇，跟住我就同港隊嘅人一齊。Creamy 落後，聽到 Creamy 嘅隊友大聲嗌，咁好可惜輸咗。我就同港隊嘅人一齊衝落去同運動員影相，我仲將港台個片送俾 Creamy。最後我問余翠怡、范佩珊、鍾婉萍有冇聽到我把聲啊？跟住佢哋話聽到啊，仲笑好似認得我把聲。然之後原來成個過程都係俾香港電台錄咗㗎，我哋嘅舊同學幫我哋喺電視機前面影相啊。9月7號，今日係我最後一日做義工。因為前幾日都係跟同一個隊長嘅，咁啊想問可唔可以跟翻佢嘅時候呢，個職員就話已經滿額啦。不過 scan 完飛之後都可以入去做嘢嘅。
好彩今日嘅義工隊長都願意幫我安排啦。今日同我一齊做嘢嘅法國人義工都非常之友善，好主動咁樣同我用英文傾偈。不過當佢哋法國人一齊傾偈嘅時候，好自然就會轉翻用法文，聽唔明，所以就冇乜交流。今日第一場朝頭早10點重劍女子團隊賽，16強對美國。我喺比賽大概打咗30分之後先入去睇，大概睇咗30分鐘。香港隊贏咗啊！朝頭早10點20分嘅時候，義工隊長佢哋想俾我休息，我就諗住去 canteen 攞個三文治拎走啦。點知個 canteen 咧就未開嘅，堅持要 scan 我證件個 QR code 先至俾我拎嘢食，連三文治都冇得拎。咁我就翻去場內睇比賽。第二場朝頭早11點30分，8強賽，香港隊對法國。呢一次我就同香港隊坐埋一齊。咁因為法國隊主場嘅優勢好大啦，實在真係唔易贏㗎。但我哋都好盡力咁樣為港隊打氣，比分一直都好接近。好勁啊！賽贏，好勁！最後余翠怡雖然追唔到，但係都打得非常之好喎，好叻啊！勁啊！然後因為 canteen 2點左右就閂門㗎啦，所以只能夠拎一個三文治翻去自己個崗位企喺度食。我睇到香港隊嘅人好大聲咁樣嗌過去，我自己都嚇親啊！因為現場真係好安靜啊，唔需要大聲公都聽到我把聲啊。然之後好多人都望住我啊，突然就收到 Creamy 嘅 message， 問我可唔可以揾佢。咁我就問義工嘅負責人啦，咁佢哋話 OK， 咁我就去揾佢哋啦。原本佢哋就喺媒體區，咁 Creamy 指住我，咁個 secure 就俾我入去，咁我就成功咁樣同 Creamy 影咗相。做完嘢之後咁啱又見到港台嘅職員，咁我就好厚面皮咁樣問可唔可以拎到3個片啊。我見到佢有啲疑惑，咁我就同佢講我係想攞嚟送俾其他運動員嘅。佢話採訪完嗰陣時已經俾咗啦。跟住我哋歡送啲客嘅時候咁啱又見翻啲港台職員要走啦，跟住我就同佢哋講香港見。因為忙住歡送啲客，所以我哋入翻去比賽場地嘅時候已經錯過咗大合照啦。咁影完 EVS 團隊照之後，咁就翻去室內個開場入口開咗個會。咁 EVS 就一個專屬嘅小禮物，有啲義工再交換聯絡方式，咁就正式道別啦。咁之後就同 Creamy 佢哋一齊去大皇宮個門口影相，再一齊餐廳食嘢。原本覺得唔識佢哋團隊嘅人呢，會唔會好似夾硬同佢哋一齊食飯咁有啲奇怪呢？好彩我都做到一啲簡單嘅翻譯，有啲用處。咁而且佢團隊嘅人都好友善啦。總教練仲話覺得 Creamy 都好開心啊！成個義工嘅工作就完咗啦。咁為咗想自己有一個更圓滿嘅結局，我都去埋閉幕禮。咁一開始唱歌嘅時候呢，成個場都有燈喎，然之後發現人人手上都有一條手帶燈嘅喎，跟住我就問前面個黑人女士點先可以有呢條手帶呢？佢就話職員俾㗎，然後佢以為我手上嗰條壞咗，想同我換。當佢知道冇職員俾我嘅時候呢，佢就將佢手上嗰條俾咗我，真係好好人啊！咁好可惜 Creamy 就冇去舉旗啦，但係都好㗎，因為當日就落超大雨。成個就好似一個電音演唱會咁樣。之後我就再去巴黎市政廳睇 Les Jours Heureux 嘅展覽。可以睇到奧運獎牌、
殘奧獎牌，仲有 Celine Dion 表演嘅長裙等等。好多人都問我點解要貼錢做義工啊？如果你問我值唔值得做呢，我就會有幾個問題問你嘅。第一個問題，你夠唔夠假呢？因為一去都要5至10日啦。第二個問題，咁你有冇足夠嘅資金呢？因為住宿、抵達當地嘅交通都要自資嘅，到時所有嘢都會加價啦。奧運義工當時嘅住宿係平時嘅3倍，咁當時就住2至3個禮拜左右啦，就等於而家我喺英國2個人單位嘅2個月嘅租金啊。咁第三個問題，你嘅語文能力係點樣呢？咁至少英文可以能夠聽同埋講，可以聽得明工作指令，能夠同員工、觀眾、遊客溝通。當地嘅義工就會用當地嘅語言傾偈㗎啦，聽唔明就只能夠坐喺度發呆啦。咁而且唔係用母語去傾偈呢，其實都好攰㗎。第四個問題，你係唔係外向型嘅性格呢？到時有好多嘢都需要溝通，而且觀眾、遊客睇到你身上嘅制服都會揾你問問題或者揾你傾偈，加上需要你嚟炒熱個氣氛同觀眾互動。巴黎奧運同埋殘奧就喺30多萬人當中選出45000個義工，咁當中有法國嘅藥廠就佔咗2024個。雖然自資工作都好辛苦，但係呢啲經驗都唔係人人有嘅，亦都會為自己嘅成就感到驕傲。而且同法國人傾偈嘅時候，可能因為我都好努力咁樣學法文同埋佢嘅文化，即使我當時有啲驚訝喺度諗點樣答嘅時候，啲法國人嘅觀眾聽到我開口講2個字啫，就知道法文唔係我嘅母語，就同我講英文啦。可能因為係國際嘅賽事同埋義工嘅關係，所以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外國人係唔識得講法文嘅，咁佢哋亦都好願意講英文。咁有一啲國家原本我哋以為好有禮貌啦，但係只不過係因為喺嗰個國家嘅社會束縛，到外國呢就唔係咁樣噶啦，所以千祈就唔好俾黑板印象呃咗。到最後，我亦都為我嘅舊同學 Creamy 感到好驕傲，完全冇諗過可以喺呢一個方式度見面。原本呢，其實我就唔係好想做，因為要自資住宿同埋到達巴黎嘅交通，加上公司要請年假啦。不過又諗咁難得我又被安排到輪椅劍擊嘅場地，好可能會見到 Creamy 嘅喎，咁所以就做啦。喺呢一段期間，我時不時咁樣同佢講要打上殘奧巴黎見啊！點知喺2024年6月就知道佢真係去殘奧打比賽啊！咁喺比賽嘅期間，我就同佢講你要打上決賽啊，先至可以聽到我嘅打氣啊！因為只有排戰先至係成個戰場1對1。點知我打上銅牌戰喎，我都覺得好開心啊！可以識到一個咁犀利嘅朋友，都感到好驕傲。終於都完成咗呢一個奧運同埋殘奧義工嘅系列，第一次完成一個咁長嘅影片系列。如果計劃想做奧運同埋殘奧嘅義工，希望呢一個系列可以幫到大家啦。À la prochaine！